周深粉絲3秒倒戈地射步走，原定等周深，一看林依輪秒變心，哥你先來，全場笑到管理失能，內娛最瘋粉絲認證。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周六午後，北京某商業中心的地下停車場裡，空氣裡混着水泥塵、輪胎橡膠和一點點從通風管道滲進嚟的商場爆米花香氣。燈光是那種工業化的慘白，打在環氧地坪上泛着冷幽幽的光，牆角的消防山紅得格外扎眼。可就是這片本該只有車輛進出、輪胎摩擦聲和倒車提示音回燙的冷漠空間，此刻卻像一口被架在文火上的大鍋，表面平靜，底下已經咕嘟咕嘟冒着躁動的熱氣。大約200多人擠在 B2 層靠近電梯口的通道兩側，有人抱着燈牌，有人站着簽名筆，船有人脖子上掛着長焦鏡頭，鏡頭盒都砸了，就等着那一聲引擎由遠及近。他們等的是周深，那個用嗓音擊出星辰大海的男孩。據說今天要來這邊參與一個品牌短片的補拍，保姆車佢從地庫直接上電梯。粉絲群裡3天前就有人踩了點，畫了地圖，標注了哪個柱子後面視野最好，哪輛清潔車旁邊能點腳。然而娛樂圈的奇妙之處就在於，你永遠不知道命運繪在哪個拐角把劇本撕了重寫。就在所有人的視線死死盯着入口坡道，心臟隨着每一輛拐下來的車燈明滅而起伏時，人群最外圍靠近貨梯的方向，忽然傳來一聲短促的、幾乎被引擎光明及住的驚呼，緊接着是第2聲、第3聲，像石子投入湖面，漣漪迅速擴大。短短3秒鐘，原本齋擦擦朝向坡道的後腦着，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撥弄的向日葵，齊擦擦轉向了貨梯那邊。我至今記得那個畫面，一個戴眼鏡的姑娘，手裏旋舉着心聲不息的燈牌，脖子卻已經扭了90度，嘴裏下意識蹦出一句：哎，那不是林依輪嗎？話音剛落，他旁邊的小伙子已經拔腿往貨梯方向挪了2步，手裏周深的海報捲成了筒，站得死緊，眼睛卻亮得像發現了新大陸。3秒，近3秒，人群從等周深的整齋方陣潰散成追林依輪的散兵游勇，笑聲從第一排傳染到最後一排，保安的對講機裏傳嚟無奈的穩住穩住，可誰也穩不住，連保安自己都在憋笑。怎麼叫3秒倒戈？這就是不是背叛，是本能，不是爬牆，是那一刻人類對於意外驚喜最誠實的失跳反射。而這場地射步走鬧劇也由此拉開了他荒誕又溫情的序幕，讓所有圍觀者不得不承認，內娛最瘋粉絲的稱號，周深粉絲認第2，恐怕未人敢認第1。說起這步走2字，真不是誇張修辭。貨梯門打開的那一瞬間，林依輪穿着一件寬鬆的卡其色風衣，戴着棒球帽，帽檐壓得低低的，手裏拎着個保溫杯，顯然也是剛到。他大概沒料到自己潰在這犄角旮旯的地舍裏被活捉，腳步踱了一下，帽檐下的眼睛露出一絲茫然。而就是這0點幾秒的停頓，給了粉絲們充分的作案時間。離貨梯最近的那個紮丸子頭的女孩，直接一個箭步穿出去3米，嘴裏喊着輪哥輪哥，聲音又尖又起，活像在菜市場闖到了最後一根車厘子。他身後原本緊緊站着周深應援物的人們，像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，一個接一個地衝過去。但奇妙的是，他們跑歸跑，手裏周深的燈牌依然亮着，周深2個大字在人群頭頂搖晃，跟林依輪面前迅速聚攏的手機屏幕光交織在一起，場面既滑稽又感人。有個穿黑衛衣的男生跑了一半突然折回來，把手裏的一瓶未開封的礦泉水賽給旁邊懸鈴在原地的同伴，丟下一句幫我看着包，然後又衝了出去，整個過程行雲流水。3秒倒戈裏傳銷大手完成了物品交接，時間管理能力令人嘆為觀止。而那位被塞了水的同伴站在原地哭笑不得，舉着那瓶水對着空氣說：那我呢？我是不配見到輪哥嗎？周圍沒跑的幾個笑彎了腰，其中一個大姐拍着他肩膀說：孩子，你不是不配，你是定力好，揸得守住大本營。
可話音剛落，大姐自己的眼神也往貨梯那邊飄，腳步不自覺地挪了半米，嘴上旋找寶，我就看看，我不擠。林依輪顯然被這陣仗打了個措手不及，他後退了小半步，後背幾乎貼上了貨梯門框，但臉上很快讓開那種老牌藝人才有的經歷過風浪的從容笑意。他摘下帽子，露出一頭打理得精神的短髮，聲音帶着點沙啞的磁性：哎喲，你們這是等我呢？這句話像一把鑰匙，瞬間打開了所有人的笑閘。離他最近的丸子頭女孩猛點頭，又搖頭，最後自己都亂了，結結巴巴地說：等周深，但也等你。這話一出口，周圍爆發出一陣更猛烈的控笑，連林依輪身後的助理都別過臉去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林依輪本人倒是不惱，他歪了歪頭，做出一副受傷的表情。那我走。話音剛落，人群裏立刻炸開一片別哥你先來，深深可以等。倫哥難得的呼喊，聲浪一波高過一波，在地庫的封閉空間裏來回碰撞，震得頭頂的通風管道都嗡嗡響。這時候，不知道是誰在人群後面大喊了一句：倫哥你先走，我們隨後就追。這句話徹底把氣氛推向了高潮，連遠處負責引導車輛進出的保安大叔都忍不住笑出了聲。對講機裏傳嚟另一個保安的聲音：老李，你那邊怎麼情況？怎麼比演唱會船熱鬧？老李按着對講機，憋着笑回：別提了，一幫孩子現着林依輪了，把正主人給浪了。但真正讓這場鬧劇從好笑升級為傳奇的，是接下嚟發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。就在粉絲們圍着林依輪又是拍照又是求握手的時候，入口坡道那邊，一輛黑色的保姆車悄無聲息地滑了下來，車窗貼着深色的膜，看不出裡面坐着誰。然而粉絲這個物種天生自帶正主雷達，哪怕隔着隔音玻璃和幾十米的距離，人群中船是有人猛地一回頭，然後發出了一聲近乎破音的尖叫：深深，是深深的車。這一嗓子效果堪比在沸騰的油鍋裡倒進一碗水。原本圍在林依輪身邊的粉絲們動作整齊，哇一地扭頭。那個剛才旋拉着林依輪就只問你最近有沒有新歌的姑娘，手都沒來得及重開，腦袋已經轉向了保姆車方向。那畫面活像貓和老鼠裏被同時吸引注意力的燙舞。3秒前旋在倫哥優先的人群，此刻再次展現出驚人的轉向速度，但這次他們沒有一窩蜂地衝過去，而是出現了一種詭異的分裂態。一半人往保姆車方向挪，另一半人旋戀戀不捨地留在林依輪身邊，更有甚者，站在兩撥人中間，左看右看，臉上的表情寫滿了我該去哪邊的哲學拷問。這時候，林依輪展現出了老藝術家的格局和幽默感，他雙手插兜，朝着保姆車方向努了努嘴，用所有人都聽得見的聲音說：去吧，正主危嚟了，別讓深深等。然後他自己帶頭鼓起掌來，掌聲在空曠的地舍裏格外響亮。粉絲們被他這一舉動搞得又感動又好笑，幾個姑娘當場捂着臉蹲了下去，嘴裏嚷着倫哥你怎麼這麼好，不行了我今天要雙擔了。而保姆車那邊，車門終於緩緩打開，首先探出來的是一隻穿着白色運動鞋的腳，然後是一條鮮藍色的牛仔褲，再然後是那件粉絲們再熟悉不過的白色寬松衛衣。周深本人帶着一臉我聽見了雜麼的困惑表情，從車裏轉了出來。他顯然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，一群人圍在林依輪身邊，另一群人正要往自己這邊跑，船有一群人站在原地手舞足蹈，整個地庫像個熱鬧的集市。他眨了眨那雙圓圓的眼睛，下意識地問了一句：我是不是來錯地方了？聲音不大，但因為人群突然安靜了那麼一瞬，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下一秒，全場爆發出比之前更猛烈的笑聲，連司機都趴在方向盤上笑得肩膀直抖。林依輪隔着人群朝周深招手，喊道：深深，你家粉絲剛才給我做了3秒的專屬接待，現在完璧貴照。周深引完，
先是擰了一下，然後那張清秀的臉上慢慢綻開一個哭笑不得的表情。他雙手合十朝林依倫拜了拜，又轉向粉絲們，用一種既無奈又寵妙的語氣說：你們啊，我該誇你們有禮貌，船是該吃醋呢？粉絲們立刻七嘴八舌地回應：誇我們有禮貌，深深你最棒，倫哥是意外，你才是真愛。各種聲音混在一起，地舍里簡直像炸開了鍋。周深倒是真沒生氣，他甚至還主動走到林依倫面前，兩個年齡差了一輪還多的藝人，在地庫的慘白燈光下握了握手。周深仰着臉笑着說：倫哥，你看我家粉絲多熱情，現着你比現着我親。林依倫拍着他肩膀回：那是你教得好，有格局。兩人這番互動又引嚟粉絲們一陣鬼哭狼嚎般的叫好。這時候有個膽大的男粉絲喊了一嗓子：深深，要不你跟倫哥合個影吧，就當給我們剛才賭哥賠個罪。這提議一出，立刻得到全場附議，連保安都放下了阻攔的手，掏出手機準備生拍。周深和林依倫對視一眼，都笑了，然後大大方方地站到一起。周深旋特意俾了個剪刀手，林依倫則很自然地攬了攬他的肩。快門聲裏啪啦響成一片，那一刻地庫不再是一個冰冷的功能性空間，它變成了一個臨時搭建的充滿人情味的劇場。台上是兩位敬業的藝人，台下是一群雖然瘋但底色善良的觀眾。然而瘋這件事一旦開了頭，就沒有車的道理。合影結束後，周深要往電梯口走，林依倫也要往另一個方向的通道離開，粉絲們面臨一個終極選擇。跟誰？結果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大約2/3的人選擇了兵分兩路，但不是按喜好分，是按體力分。年輕力壯的去追周深，因為周深走得快；稍微年長或者拎着大包小包的就留在林依倫這邊，理由是倫哥看着就穩重，走得慢，好跟。這個分流標準被當場曝光後，連周深本人都停住了腳步，回頭一臉震驚地說：原來你們追我船看體力值的嗎？林依倫則笑得直不起腰，指着那些往自己這邊靠的粉絲說：你們聽到沒有？深深說你們嫌他走得快。樓下的粉絲立刻擺手否認，但臉上的笑容出獄了一切。這時候更有意思的事情發生了，有幾個原本跟着周深方向的粉絲跑了2步又折返回來，氣喘吁吁地跟林依倫說：倫哥，能再握個手嗎？剛才太亂了，沒握到。林依倫大大方方地伸出手，挨個握過去，嘴裏傳說着：不急不急，都有。等這幾個握完手再轉身去追周深時，周深已經走到電梯口了，回頭朝他們喊：你們船知道回來啊！語氣裏全是笑意，沒有半分真怒。電梯門打開的那一瞬，周深沒有立刻進去，而是站在那裡，像個小班主任一樣看着氣喘吁吁跑回來的粉絲們，等他們都到了跟前，才慢悠悠地說：好了，現在我的粉絲都回來了吧？那我進去了哦。可話音剛落，原本留在林依倫那邊的幾個大姐，居然拎着購物袋顛顛地跑過來了，一邊跑一邊喊：等等等等，深深我們也是你的粉絲。剛才只是去幫倫哥拍了張照。周深扶着電梯門，笑得差點蹲下去，助理在旁邊扶着他肩膀，生怕他笑岔氣。他換了好幾秒才直起身，對着那群大姐說：行，知道了，你們是外交官粉絲，幫我去跟倫哥搞好關係的。這話一說，連電梯裏的品牌方工作人員都忍不住掏出手機錄像，嘴裏念叨着這素材絕了。最後周深終於進了電梯，門合上之前，他還特意探出半個腦袋，朝外面的人群揮了揮手，說了句注意安全，別在地舍裏亂跑。那語氣像極了粗心的鄰居家哥哥。而電梯門徹底關上的瞬間，粉絲們才像剛跑完800米一樣，一個個靠着長喘氣，互相看着對方狼狽又興奮的臉，然後不約而同地再次爆發出大笑。林依倫那邊也沒奸着，他本來要往另一個方向走，
結果被粉絲們那句哥你先來搞得心情大好，乾脆停下來多聊了幾句。有個小姑娘問他：倫哥，你剛才被我們圍住的時候，是不是以為我們是你的粉絲啊？林依倫歪着頭想了想，特別誠懇地回答：開始是這麼以為的，後來聽見有人喊深深加油，我就知道了。哦，原來是臨時工。這個臨時工的比喻被現場的人用手機錄下來發到了網上，瞬間成了當晚的熱搜詞條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林依倫臨走前，船特意朝着周深電梯的方向喊了一句：深深，你的粉絲我幫你驗收過了，質量過硬，就是忠誠度有待商榷。這句話被粉絲們集體抗議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反駁：我們忠誠度可高了，只是驗到你太激動了。倫哥你這是挑撥離間。林依倫笑着擺手，轉進自己的車裏，搖下車窗，最後補了一句：開玩笑的，你們很棒，下次見。那輛車緩緩駛離的時候，船有不少粉絲追着車尾跑了幾步，嘴裏喊着倫哥慢走。那場景，不知道的船以為是送別親戚家的大舅。整個地庫沖沸騰到平靜，前後不過40分鐘。當最後一批粉絲也三三兩兩地離開，回到各自的生活裏去時，別已曾恢復了他原本的模樣，安靜、空曠、燈光慘白。但那些船沒來得及收起來的應援橫幅，地上散落的亮片貼紙，牆角被人遺忘的一隻熒光棒，都默默訴說着剛剛那場荒誕又溫暖的暴走。保安老李後來在接受一個短視頻博主採訪時，一邊搖頭一邊笑：我在這地卸乾了6年，見過追星的、蹲點的、吵架的，但今天這種場面，頭一回。你說他們不靠譜吧，他們誰都尊重；你說他們靠譜吧，3秒就換人。但說真的，我挺羨慕這種競藝、熱鬧、有活氣人。而那位最初發現林依倫的丸子頭女孩，事後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發了一條動態，配圖是她左手舉着周深燈牌，右手比着林依倫同款手勢的搞怪照片，文字寫着：今天深刻理解了怎麼叫成年人不做選擇，全都要。深深對不起，倫哥對不起，但地庫那個瞬間，我真的管不住我的腿。這條動態下面最高讚的評論是：管不住腿才是真粉絲，管得住腿的是假人。這場地射暴走，表面上是一場粉絲的集體叛變，可細想之下，它折射出的恰恰是內娛生態裏一種久違的從此感和人情味。我們看慣了粉絲群體之間劍拔弩張的控評大戰、數據攀比，看膩了我家哥哥獨美的排他性話術，甚至對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感到疲憊。可周深粉絲這次的操作，像一陣清新的穿堂風，吹散了那種過度緊張的氛圍。他們用3秒鐘的倒戈告訴我們，追星這件事本來就應該帶着點幽默感和隨性。喜歡周深是真的，見到林依倫激動也是真的。這兩種情緒不需要打架，更不需要愧疚。而兩位藝人的反應，更是給這個場面增添了溫暖的底色。周深的大度和調侃，林依倫的幽默和體諒，他們都沒有把粉絲的倒戈當成冒犯，反而順着這個拐把氣氛推向了更歡樂的層面。這種雙向的善意，才是內娛最該被放大的東西。當然，也有人會質疑，這樣不專一的粉絲行為，會不會對藝人造成困擾？會不會削弱粉絲群體的凝聚力？但我想說的是，真正的凝聚力衝嚟不是靠禁止看別人來擁詞的，而是靠藝人與粉絲之間建立起的信任與默契。周深粉絲可以在看到林依倫時衝上去熱情問候，同時心裏清楚自己最愛的依然是周深。周深本人也可以笑着調侃你們船知道回來，因為他知道這份喜歡不是獨佔式的佔有，而是帶着尊重和距離的欣賞。同樣，林依倫也不會因為這群人原本在等別人而覺得自己被怠慢。他看到了那些衝過來的笑臉裡的真誠，哪怕只有3秒，那也是人與人之間最本能的善意碰撞。這種健康的關係模式，其實給整個飯圈文化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範本。喜歡可以寬闊，
熱情可以分流，但底色永遠是禮貌和快樂。回過頭再看那天的地庫，其實它像極了一個微縮的劇場，上演着關於期待、驚喜、選擇和包容的即興喜劇。粉絲們帶着對周深的愛而來，卻意外收穫了如林依輪的一次近距離互動。這種既娃愛的饋贈，恰恰是追星路上最迷人的部分。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遇見誰，會發生什麼。而兩位藝人用他們的風度，把這場可能演變為混亂的聚集，扭轉成了一段全網絡呵的段子。沒有推搡，沒有衝突，沒有保安與粉絲的對立，只有笑聲、掌聲和那句響徹地庫的歌你先來。這句話後來被網友戲稱為年度最有禮貌倒戈宣言，甚至有人把它做成了手機殼和 T 恤圖案，銷量還意外地不錯。我們總在批評內娛的粉絲文化太過偏激，可其實大多數粉絲都是普通人，他們有自己的判斷力，有對美好的樸素向往，也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那種帶着煙火氣的可愛。周深粉絲這次的風在表，理性在理，他們知道分寸在哪裡，該衝的時候衝，該停的時候停，該給藝人空間的時候絕不糾纏。而這種風，恰恰是內娛最稀缺的閃活感。如果每一場粉絲見面都變成程式化的尖叫和舉燈牌，那該多無趣。偶爾嚟一次3秒倒戈，來一次地射步走，讓大家看到藝人和粉絲之間可以像朋友一樣互相打趣，像鄰居一樣互相問候，這難道不是更值得被記住的畫面嗎？夜深了，地庫的燈依然亮着，明天這裡會有新的車輛駛入，新的行人經過，沒有人會記得那個週六下午這裡發生過什麼。但對於親身經歷過的那些人來說，那個3秒的轉身，那句歌你先來，那兩個不同年代藝人相視一笑的瞬間，都會成為他們記憶裡一顆閃亮的糖。他們或苦愧忘了那天等了多久，卻一定會記得林依輪帽子下的笑顏，記得周深扶着電梯門彎下腰的樣子，記得自己夾在兩撥人群中間手足無措的窘態，然後忍不住笑出來。這就是娛樂最本真的意義，不是數據，不是番位，不是誰壓了誰的軸，而是它真的能讓你在某個瞬間忘掉生活的疲憊，單純地毫無負擔地笑出聲來。最後，我想用一段理性的總結來收束這場熱鬧。追星本質上是一種情感投射和娛樂方式，它不該演變成非此即彼的戰場，也不該成為衡量忠誠度的標尺。周深粉絲的3秒倒戈之所以能被大家津津樂道，恰恰因為他打破了飯圈常見的僵化私庸，展示了粉絲群體作為獨立個體的閃活個性。我們樂見這樣的輕鬆時刻，也應當從中看到粉絲文化的多面性，熱情但不失禮貌，瘋狂但留有底線，偏愛但尊重他人。對於藝人而言，粉絲的偏愛是一種幸福，但博愛也未必是冒犯。只要這份愛意裡包含尊重和界限，它就值得被溫柔接納。對於圍觀的公眾，我們更應放下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，用平和的目光去理解這種娛樂生態下的偶然狂歡。吃瓜可以，但要吃得理性，笑得得體，別讓主觀臆斷代替事實，別讓情緒淹沒常識。娛樂是生活的調味劑，不是撕裂共識的利刃。願我們在每一次歡笑之後，都能帶着多一點包容和思考回到自己的日常，讓網絡空間少一分烈氣，多一分像那天地舍利一樣乾淨透亮的笑聲。畢竟，能讓人發自內心笑出來的東西，從來都不該被過度解讀和苛責。